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政府积极咧推动着美乐地的计划，提升着公园的品质，特别来举办着全国大专院校特色公园竞图的比赛，有28件作品来得奖。市政府的建设局讲，未来会参考这个竞图比赛得奖的作品，打造台中将做一个更加适合来大的城市。建设局长陈信办发奖状甲奖金，感谢每一位参加比赛的人关心公共环境。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提升市民公园休闲品质的美乐地计划，延续去年反映真好的公园新时代论坛，嘛为全国大专院校特色公园竞图比赛进行颁奖。那其中他们都有考虑到这个人文的历史背景啊，然后也有把生态啊，甚至于这个地景。融入到设计的创作里面。今年以公园未来设为主题，用新时代精神探讨公园的环境，共用铁盒甲前瞻议题未来发展。总共有28件作品得奖。市民的想象是什么？希望是什么？我们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公园的竞图，还有这样未来的这个新时代这样的概念哈，让我们来发展。建设局表示，讲未来将参考作品的创意。一步一步推动共用公园的改善，要让市民有更较好、更较有感觉的生活环境。